深水埗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，係香港18區之一。呢一度保留住香港最濃厚嘅市井煙火味，傳統唐樓、露天市集同手作老鋪，構成咗呢一度獨特嘅生活畫面。依家一場靜靜地又幾有趣嘅新舊對話，正喺呢度展開。黑膠唱片店流轉住復古旋律，主打中古雜貨嘅雅俗共賞喺極繁主義嘅陳列入邊，收集住歲月嘅故事。佢哋同社區入邊新開嘅獨立咖啡店、設計小店一齊同傳統糧油雜貨鋪、街邊攤檔做鄰居，相處得好融洽。呢片土地一邊延續住濃厚嘅人情味同百年手藝，一邊從容接納新嘅表達同嘗試，正正展現老社區喺時代流轉之中獨有嘅包容同韌力。時光流逝，由衣食住行到社交方式，香港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但係值得關注嘅係，深水埗區雖然歷經變遷，但係依然可以用新舊共存嘅形態，交織出一片獨有嘅城市風景。區內新興嘅精品咖啡店同傳承咗幾十年嘅老字號，就好似兩束唔同時段嘅日光，喺呢一個充滿年代痕跡嘅社區入邊交匯、共存、照亮同溫暖居民嘅生活。行出鋪頭，深水埗街頭市集依然充滿活力。鴨寮街、豬仔街呢啲特色嘅街道，既係老一輩經營嘅地方，亦係吸引後生仔過嚟尋寶打卡，成為探索香港本土文化嘅熱門地點。就是很多小手辦都很可愛啊，然後我就是在對面看到，我覺得應該是挺有特色的，對。我回去買一個小型的東西，它有一組吧，6個還是8個，就40港紙，我覺得還挺划算。有人話深水埗嘅雙重面貌係傳統同新潮嘅碰撞，亦係人情同煙火嘅融合。精品咖啡店尊重老街區嘅底蘊，老鋪頭包容新事物嘅來臨，而街坊之間嘅溫情就係呢一切嘅粘合劑，令到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住暖意。喺呢邊就好多熟客咯，同埋啲人嚟到都有傾有講，係啦。即係會多啲人情。係啦。譬如有一年咧，冇話要揾口罩嘅，周圍都冇，佢哋可以攞嚟俾我哋用啊，因為我哋係做嗰個服務性行業，個口罩好緊要。隨住社區不斷發展，深水埗嘅店主亦都開始嘗試喺變同唔變之間揾出路。部分老嘅店鋪亦都會引入新嘅電子支付平台，新嘅鋪頭就積極咁樣融合傳統元素，一齊探索可持續嘅生存方法。
深水埗嘅故事帶俾我哋一種啟發，社區更新未必需要以忽略或者犧牲傳統作為代價。喺新舊共存之中，呢一片老區正展現出佢獨特嘅生命力同韌力，為香港未來嘅社會發展同埋城市發展提供一份混潤而堅定嘅答案。